嗱，呢個聖經90加出呢個簽引11章第19節係樣講到，係嚟撒揸門呢個真理得到生路，係嚟撒對壞嘅生死得到死路。嗱，所以真理係咪呢？真理都係主耶穌救出嘅法，所以聖經寫出嚟，就聖經度寫嘅真理嚟行在撒腓利啲，即刻得到生嘅路。那因為呢，真理呢都係帶自家得勝，真理呢都係帶自家脫離，真理呢能夠本自家力量，真理呢能夠本自家平安，真理呢能夠本自家得到強嘅力，所以。在撒腓利，這個需要上帝嘅真理嚟在這個心中，就呢個真理嚟行，熱天這個得勝嘅路。所以上帝寫這個呢個聖經傳下本這個人類，要接呢個聖經，接呢個真理嚟行，這個得到生路。因為這個世間裏這個人類呢，思想做呢，都係為做到這個自私嘅生死，做到生下本然唔合嘅生死。所以這個就呢真理路嚟行，熱天這個得到永久嘅生路，阿門。